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詹伟民。反送中游行哦，逐礼拜都有，这回游行是更加激烈哦，用鸡卵来牵中联办，用乌漆的破掉中国的国徽。中国官方媒体就谴责示威者是公然挑战中央权威，更加是挑战这个一国两制这个原则。不过咧，这个香港政府敢讲真正失去功能啊？对反送中这个游行民众，香港警察是用这个咸椒水、塑胶枪支对付这个示威者。不过21号暗时咧，穿着白衫这个三合会无差别攻击哦，也着棍啊，看到人就拍，啥物人都无免让哦。警察说走一走，报警更加是无人应哦。香港政府也是警察，是毋是暗中来温存着学到使用暴力？台湾新眼界国际新焦点，要邀请乡亲好朋友到店来对话。这部电影咱邀请到3位来宾哦，等下各位一位这个香港来台湾读第二代这个学生啊，会来参加咱节目。不过首先咱要邀请到咱3位来宾哦，第一位是咱报道者、摄影记者，这个吴奕华，吴奕华大哥你好。大家好。第二位咱要邀请到民进党发言人李彦荣。大家晚，大家好。第三咱要邀请到第4位哦，伊是咱国民党文团会副主委。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晚安。是哦，咱看到这回哦。反送中游行，甲尾啊，伫咧元朗这个地区哦，这无差别攻击，穿着这白衫的人，竟然是举着棍啊，就伫遐讲讲，连记者都互拍惨落去。咱这个奕华大哥伫6月迄阵有参加着这个反送中的这个采访，看到迄当阵这个警察对着这人民也好，对着这记者也好，更加是这个无人道。但是这回是这个穿白衫的人，香港政府敢真正？要学到来治国啊呢？我是6月中去香港采访哦。是啊，迄当阵就会使了解讲香港的警察哦。香港的警察有一种警察叫，大家拢有知有一种叫速龙啊。速龙的警察就是穿这个乌衫的。是。台湾讲的政报警察。警部的警察，警部啊，伊身躯拢无任何诶背章还是识别装置，拢共款。那伊若即个速龙，即个警察若出来了，其实就开始要驱离这民众。是啊，因的驱离的方式，第一个就是伊会先拍迄个催泪弹。催泪弹先拍规条街啊，拢是吼。你就想讲，伫台北的中山北路、立法院到行政院，规条中山北路拢是催泪弹，吼。那所以催泪弹就是伊拍出来就是安尼嘛，吼，就是安尼。规条街啊，你若要出去，你对伊的捷运站出来了，你就无法度得行。你若无戴迄个手铢，还是无法度戴迄个面罩，都无法度行。是。啊，所以这届我有咧看了网络上的直播啊，吼，网络上的直播有足侪介绍，伫迄个穿白衫人咧讲，我是感觉这有淡薄仔恐怖啦。是有影。啊，因为我香港的朋友一寡媒体有人有咧一直咧传这个资料，倒来阮报社吼，阮公司咧讲，啊，因听了讲拢足惊吓。有影。那你有阵是媒体。记者都愈惊啊！因为伫迄度有一个香港记者查某的，伊拍甲米甲迄个连锁内底都继续拍，啊拍甲迄相片拢流出来，就是拢已经手拢已经流血啊，无到啊迄个相机嘛，拢拍伫涂骹顶。所以但是我是感觉讲媒体吼咧采访抗争的这个过程，一定爱。非常的小心啦，是有影啊，因为吼，你若是落单吼，你若落单就是会用拍，高一个就对啊，高一个你就真正足危险。是，所以但是我都因为记者拢爱伫第一线报新闻嘛，啊，所以这个我是感觉大家拢爱小心啦，因为即摆伫香港，只要你采访新闻，你若孤单一个还是落单去。这就有可能去互警察拍，是啊，去互这穿白衫的人拍，白衫的人拍，这是真正是真恐怖的代志。是咱来看这回反送中这个部分哦，其实咱来讲关键黑啦，
这个官方啦，无要甲你插，你的这个诉求，伊无要甲你引导。啊，警方咧，就是要用暴力甲你催离。啊，第三咧，咱这回看到是乌道的，穿白衫的乌道，这回是这个亲门大户，就开始伫这个地铁的这个车站内底开始共拍。现主是咱掌握的这个资料是，上无45个人受伤，一个人佫有性命危险哦。这连议员、记者嘛拢拍惨落去，咱来看这个新闻画面。一阵手提棍仔穿白衫的人，于暗时超10点出现伫元朗西铁站，伫遐拍打去，警方赶走准备要坐车转去的反送中游行民众，啊，佫有一个香港的侨务记者，迄当阵拢在现场直播嘛去互拍，至少有45个人受伤，一个人有性命危险。非常之野蠻同埋暴力嘅行為咧，係已經完全違反我哋香港嘅文明嘅底線。看到民眾報警察真濟屆攏無人聽，警察一直到穿白衫的人攻擊要1點鐘了後才出現，高層解說，因為現場的卡手無夠應付，先通報救人，啊毋過民眾無歡喜，警方到現場了後，煞互穿白衫的人先走。民主陣營發動7日以反送中遊行，原本定的終點是灣仔，想袂到遊行結束了後，有真濟民眾轉向中聯辦開始包圍，用黑色的漆來噴中聯辦的扛棒，啊，閣有中國的國徽，叫警方來強制清場。雙方佇上環地區發生激烈衝突，警方帶真濟催淚彈，啊，閣有塑膠槍支，現場有真濟人攏去互掠起來。個分別咧，其實係我哋今次嘅目的地其實係中聯辦，咁所以咧我哋已經唔係覺得香港政府已經話唔到事啦，咁所以我哋咧直接向中央嗰度提出我哋請求，其實有少少施壓咁樣啦。雖然呢一步有啲危險，不過我哋覺得已經係行到最後一步。香港政府國務院港澳辦甲中聯辦昨暗攏發聲明，表示講中聯辦是中央政府機構，示威者是公然挑戰國家主權的依法的追究。針對穿白衫的人的暴行，前行政長官梁振英今仔日嘛鋪文呼籲，停止一切暴力的行為。各黨派嘛是做伙譴責，啊毋過香港警察即馬目標的重點是上準示威者，透過人民辨識系統已經鎖定700多人，大部分攏是25歲以下的人士。記者綜合報道。咱即馬就先來回顧幾個即個元朗衝突的即個事件，到底是安怎開始的？7月21號，咱來看7點的時陣，其實啊，即個示威者是包圍着即個中聯辦哦，等雞卵甲噴漆來示威，但是10點47分的時陣，香港警察開始接到即個報案的即個電話啊，不過即個白衫人佇咧元朗站哦，開始攻擊到即個遊行的民眾，穿着白衫的即個人，甚至哦走入去即個車廂哦，用棍仔就開始攻擊即個市民，就算講你安怎甲救啦，伊就是安尼甲講落，手勢舉起來就是燒落。啊，咱看到即個立法會即個議員哦，林德廷，佫有濟人攏受傷吼。在1點10分的時，20分的時陣，這個便衣啊機動部隊到這個元朗站，但是有一個畫面，等下可能嘛看會到，就是警察從外頭就走啊。咱看到11點44分的時陣，這個咱看到這個因晚9分哦，這個現場的這個民眾就開始伫遐吵吵鬧鬧，講是安怎警察攏無作為。到22號的時陣哦，這個白衫人佫倒轉去這個車站，佫開始甲民眾安尼拍。咱看到這個 TVB 的這個前主播廖俊江嘛，是拍到這個規面攏潰哦。啊，1點的時陣，這個警察到元朗站哦，鎮暴警察就是咱頭拄只這個義華哥有講的這個鎮暴警察，但是當陣白衫人已經去啊。針對着安尼事件，咱來整理起來，其實差不多7月21甲這個要透早時的時陣，其實。咱看到安尼真暴力的行為是烏道要來治國啊！咱民進黨者初嘛做真回應。是，其實我前幾天看迄影片，伫迄網絡頂個看影片，我家己看感覺實在是真傷心啦吼。想講香港哪會變甲安尼？但是我是想要甲大家先提醒一個，就是講是安怎香港的反送中的運動，其實到即馬嘛差不多個月啊。因為每一個禮拜攏有大型的遊行，啊遊行人為100多萬人到40幾萬人，其實算是。總算講是台灣嘛，是很大規模的遊行，所以是安怎每一個禮拜，遮濟香港人攏去街頭去訴求，因就要表達啥物訴求啊？其實就是講問題就是為這個月以來，林鄭月娥香港的特首林鄭月娥一直無對反送中的這些民眾的伊個訴求做出正確的回應啊。其實反送中的民眾的這些訴求大概有幾個啦吼。第一就是講愛撤回這個送中條例，但是林鄭月娥伊即馬是講啊，因為迄依照伊的定數，伊自動就壽終正寢。但問題是講民眾香港的人民還是希望講港府會當撤回這送中的條例，這是第一個因的上重要的訴求。第二個訴求就是講，即馬咱就看到
无论是香港的政府，还是讲中国中联办、中国的中央政府，都把这个香港人的这个游行定性是暴动。是，伊是讲香港的这些民众，因去街头去游行，因讲民众是暴动暴徒。好，所以香港的这些人民是希望讲，香港政府爱把这个暴动的定性给撤回，就是讲，阮是和平的，好，就是表达阮的诉求，阮不是一个暴动。这是第二个反送中运动上重要的诉求。第三个就是讲，因为大家义华哥有讲，吼，这个月以来每一届这大型的游行内底，咱拢看到香港的警察用催泪弹，吼，还是讲橡胶子弹去对待这些民众，暴力对待民众，驱离民众。所以香港的人民嘛，希望讲港府会当对警察这个暴力，吼，展开调查。就是讲嘛是释放参加游行内底，就是讲吼逮捕的民众啦吼。所以这是因一个最重要的诉求，但是真遗憾的是讲，咱这个月以来，林郑月娥都无去正面的回应民众的诉求，所以咱今麦看到元朗的事件啊，元朗这更较严重，就是讲警察已经弯转就对于讲一般的民众暴徒吼，我那时候看应该是欧帮的人啦吼，黑帮的人。对民众无差别的攻击，完全是视若无睹。啊，民众，我看到就这朋友，也是朋友转贴香港的朋友，吼，伫迄个 Facebook 顶管有讲，因为照理来讲，香港是一个英国统治过的一个所在，因为规个政府的迄个效率，吼。各方面的迄制度拢真完善，吼，相较于可能是中国来讲，所以就是讲，但是迄天元朗迄天发生代志的时阵，足侪民众随敲电话，吼，要去报警，希望讲警察当来支援，但是警察弯转都无支援，吼，就是视若无睹。啊，更较严重就是讲，我看迄有一个影片啦，吼，就是有警察就是为边仔行过去。完全就是对于正在发生的这个，咱讲法律讲是现行犯，完全视若无睹啊。但是警察了有发表一个声明，啊，更较夸张，大家听看嘛，伊是讲香港警察是讲，因为当下因无法度去判断，就是讲啥人伫拍啥人，吼，可能因讲是斗殴事件啊。大家知影斗殴事件意思是讲是两方的人马那有互相去拍哦，这叫斗殴。但是咱看迄个影片内底，迄呈现的一个状况就是讲，拢是穿白衫的人去拍人。有影，好，伊就是去派迄穿黑衫去参加游行的迄朋友，香港的朋友，但是迄穿黑衫的人，伊完全基本上都无回击。啊，因拍的人内底佫有孕妇，是，好，佫有孕妇啊，佫，所以我刚刚讲怕孕妇这件代志，应该已经是一个天理难容的代志啊。所以说，站在民进党的立场是讲，阮严正的呼吁香港的政府爱去重视，爱去回应，就是讲香港人对于这个反送中的诉求，所以希望讲林郑月娥会当真的是认真的去回应，就是反送中这游行是无法度的，真正就爱甲看到这个问题。无法度落幕的啊！其实吼，我就搁提起一解，就是讲香港每一个礼拜，吼，可能有人感觉讲足乱的啦，吼，就是讲影响到旅行啦，因为即摆咱有看到足侪香港的朋友嘛，呼吁全世界重要国家对香港发出旅游的警示，意思就是讲香港即摆有可能会互全世界几个重要国家归类成是你要是讲去旅游的安怎讲较危险的所在，吼啊，这影响到不只是香港的经济，嘛影响到香港本身作为全世界金融中心的这些地位，所以大家知影，你无主权，吼。政治上不平等，可能会影响到你的经济，这是家己大家提醒的。有影，这是咱民进党这个部分啊，徛好立场徛在。不过咱要请到这个谢伟兄，咱即阵就是这个国民党嘛提出到这个候选人要来参选到这个总统，但是韩国瑜从初开始就讲，伊唔知影这个反送中这个诉求，唔知影无回应，啊，到即阵伊对这个一国两制有新的看法，恁徛立场是安那？阿明，我首先吼。先要讲个清楚，唔是讲韩国瑜伊第一时间伊拢唔知影，是当天的时阵，我相信记者嘛真侪，第一时间伊嘛唔知影发生啥物代志。所以讲你到暗时的时阵，总统府嘛才回应，袂使讲啊韩国瑜第一时间互记者问到，啊伊当阵拢无接受到所有的新闻 news 的资讯，啊伊讲我搁了解看觅，所以你讲伊唔知影，当去了解了后，咱才知影讲啊，这个条例是啥物。我相信过去拢讨论真侪。这个逃犯条例是因为香港人两个情侣来台湾，结果查甫的甲查某的刣死，是，结果伊时阵走转去，咱即摆要甲送转来，抓袂转来，所以讲因香港特区政府才去
制定这个逃犯条例，但是你逃犯条例你要制定无要紧，但是你无甲香港的居民来参详，因为安怎，大家惊嘛，惊讲铜锣湾漫画书店迄个代志，你若我送去中国大陆的时阵啊，迄罪比伫香港更较严重。甚至于伫大陆的监狱，甲香港的监狱是无共款，天差咧地咧。是，但是今仔日画面佫讲倒转来，国民党第一时间为过去甲时阵啊，阮就咧讲，香港700多万的居民，大家要追求自由、民主、法治的社会的国家，但是咧，你今仔日香港政府你要立法的时阵啊，你必须要甲人民好好啊做沟通。你包括咱台湾嘛共款啊，过去伫戒严、戒毒戒严。行向民主的过程当中，咱要来甲国安法来修正刑法100条。迄个时阵嘛，足侪啊，包括党外时期到民进党，大家嘛是伫路咧抗议啊。但是来讨论了后，解读民众的意义，啊，莫安尼差价落去。你讲今仔日，有个人讲穿黑衫拍白衫的，但是我即个画面互大家看一下，这是吼，你讲穿白衫拍黑衫，啊，这穿黑衫拍白衫，即摆是拍来拍去啊，所以讲，我要讲的就是讲，不管如何，咱第一时间阮昨就讲，谴责暴力，所有的暴力行为，阮拢无赞成。是，但是你香港你要追求民主，你要追求自由，你嘛都要法治。所以不管讲你穿黑衫还是穿白衫，大家拢爱遵守着法治的精神。啊，你今仔日。特区政府林郑月娥，你今仔既然这个反送中的逃犯条例，你已经讲要互诉讼证据，啊，你哪不爱摕倒来？你若摕倒来的时阵啊，你互这所有伫路咧抗议的人，无一个根本嘛，无一个差价落去的原因嘛。但是你今仔佫不爱摕，你不爱摕的时阵啊，即摆造成讲香港的居民有的来支持讲啊，我反送中，是有的徛出来嘛，几60万人徛出来讲，我要支持警察，你变成即摆是拍来拍去，啊！你到底是安怎？你警察袂使讲，这跟我无地带，这我无爱管，袂使安尼咧。你包括国会议员嘛去用拍，啊！你今仔日穿黑衫爱拍白衫，穿白衫爱拍黑衫，煞咧即摆佫有孕妇，迄咱看到就唔甘的啊。所以讲你包括佫伫地下铁的时阵啊，有一个开落的，煞你嘛照正不过，这是咱袂容允的。咱伫自由、民主、法治的国家。咱讲君主动口无动手，有影。所以讲你今仔日你若安尼愈乱的时阵啊，但是咱第一只，咱除了来呼吁香港的特区政府，你必须爱提出你的对策。是。所以甲香港的乡亲，大家好好来沟通。但是你今仔日袂使讲，啊全啊放外，啊煞来时阵在因安尼拍来拍去，这对国际、对香港的形象是无好的。是。包括你讲你今仔日中国大陆。你今仔日这中联办，你去用弹归两，或者是去用包围，啊！你未来你搁要管香港居民无？你今仔特区政府，你就算讲今仔林郑月娥若落台，你换某物人另外一个张三李四搁起来的时阵啊，这个代志无当解决，你永远遥遥无期的。所以讲，这就影响到你今仔日社会的观感，国际对香港的看法。无采讲过去香港是英国人统治，咱过去台湾伫戒严的时候，咱嘛是看香港，因为伊有自由，伊有民主，所以讲咱学伊行向遮。所以今仔你回归了后，你一国两制，所以你讲爱50年无改变，所以你即摆20几年无采，大家甲你用这个逃犯条例反送中，甲你行向街头，所以时阵尔，大家淡仔乱啊。这我感觉讲也是回归，你今仔政府甲居民，你要好好啊沟通。既然逃犯条例已经诉讼进行啦，你就甲摕倒来，安尼就好啊。真正咱要看，咱头拄仔嘛拢讲到这个关禁黑啦，官方有要回应无？啊，警察是安怎做的？这黑道是安怎做的？咱现场是要邀请到咱香港来台湾读这个电影这个学生张俊豪。啊，咱甲乡亲好朋友讲一下，张俊豪伊可能。这个台语较无熟悉，但是咱就是用华语的方式来甲伊请教，因为伊伫这个雨伞革命的时阵，互逮捕过2届。俊豪先跟大家打招呼一下。大家好，我是张俊豪。俊豪，就是我用华语甲问，用这个问题，这个做翻译啦吼。就是讲这一回，我们看到这个香港反送中，我们知道这个关禁黑，这3个。其实就你这个香港人的这角色，你怎么看这一次已经反送中走到这个地步来了？香港政府怎么去收尾？
其实基本上关井黑这个的情况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我们之前可以看到，无论是黄州的收地的行动，或者是在更之前的反高铁的行动，都有关井黑这个行动。关井黑这个的情况在这里。警察其实，在那个时候呢，并没有好像这次一样那么的高调、那么的明显去把这个关井黑的合作其实表现出来。他们都会有一个尝试去隐瞒住这个的情况，但这次很不同，这次他们已经非常的明显，不会有一个的状况，我要隐瞒住香港的市民，我没有这个关井黑的情况发生，所以其实这个是非常严重。但我会觉得说，其实香港政府其实一直以来对于香港示威者的一个打压的情况呢，除了在用他政府的机器，香港警察用不同的过分的暴力去打压以后，他现在进化到一个地步，就是说，我现在就是用香港的黑社会，香港的黑社会去打。真的是不打我们香港的市民，我可以看得到画面，就是说，香港的市民被一群白衣黑社会穿白衣，然后去进行布打，他们拿无论是铁通或者是木棒，这些都是香港政府所谓不是武器。我们可以看得到，香港政府之前他在那个的声明里面呢，其实他用元朗这个冲突的事件跟中上环在冲突的事件吻合在一谈。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说，现在林郑月娥已经顾香港市民的安全不顾了，已经不顾了。是，我们可以看得到，香港政府其实现在我自己猜测，就是说，他已经没有办法利用香港的警察这个政治机器去进行任何的行动，因为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以前的行动进行打压，或者是说现在越来越激进的一些香港警察的一个暴力的行为，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得到，香港警察里面的士气其实已经是完全差不多消失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现在他没有这个的能力去操控香港的警察，反而就是要去找另外一些的力量，另外一股的力量去打压市民。是对，所以其实现在在那个政府的声明当中，警务处处长那个卢先生，其实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说，香港市民要对香港的警察有信心。我们如何对这个有信心？我们香港市民被布打，被黑社会布打，我们打报警热线没有人通。打通了被挂电话，去那个警察局去报案，警察局反而是锁上门口，不让那个市民上去报案，这个是什么的状况？这是什么的社会？香港一直以来引以为傲的就是香港的法治，香港的一个言论的自由，但是现在香港政府已经一步一步的被毁灭掉，是对，所以其实可以看得到，就是说，现在无论是从他去利用那个黑社会去打压市民，或者是说他在声明里面去表现出他完全没有要放香港市民的安全为第一位，我们可以看得到，现在香港这个政府已经不可以让香港的市民受信任。是。最后就提到讲这个香港政府伫这回是隐瞒着这个关警的这种方式哦，来做规个游行要收尾安尼，煞收袂回来安尼。其实这个最后嘛是真气愤啦，讲这回的香港政府是安怎会使对这种反送中的游行忍受这种暴力的行为，但是定调较早这个反送中这个游行是暴力，但是这回白衫人拍这个民众唔是暴力。香港政府安怎看？咱来看这林郑月娥是安怎回应的？香港元朗地铁站发生了穿白衫人攻击示威群众事件，过了将近一天，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则伫下晡3点召开记者会，强调无容忍暴力存在，支持警方全力抓凶手。各位傳媒朋友，元朗事件裏邊嘅施襲者，佢哋係目無法紀，肆意咁去傷害市民同埋喺鐵路嘅乘客。行為令人髮指，我哋係絕不容忍、絕不姑息。
比起前无有警攻击民众，不过扣人质疑警方交的时间延迟，接到报案了后，无伫第一时间去处理，怀疑警方甲穿白衫恶毒分子互相配合。香港反民主派议员嗌警方出面限制交代。林鄭月娥話：佢不會出賣嘅警隊嚇，你俾人嘅感覺咧係同疑似黑社會咧係交接嘅天衣無縫嘅情況咧，係令人真係吃驚得無以復加。尋日嗰個整個過程，我哋會檢討佢有咩做得不足嘅地方，係咪人手唔夠，係咪我哋慢咗，我哋會檢討，但係一定唔可以污蔑我哋警隊同我同事同呢個施暴者有關係。反送中抗議事件一波接一波，抗議群眾包圍中聯辦大樓爆發衝突。中國官方媒體環球時報社論批評示威者公然挑戰中央權威，未有好下場。對白衣人攻擊事件確實啥物攏無講。外交部長吳釗燮就伫推特表示，真遺憾看到香港法治受到侵蝕，踐行道路應該是真正民主選舉，臨時假路甲地鐵站嘅暴力。呼籲捍衛人民自由甲人權。立法委黃國昌甲王定宇也分別伫臉書支持香港，批評惡毒暴力攻擊是毫無人性，2020愛守住台灣。記者綜合報道。針對着頭拄咱討論就是烏幫這個拍人這個部分哦，其實咱等下嘛繼續來討論。不過現主是咱要先來看着講香港中聯辦這回哦，這個遊行民眾來到這，這個意義是啥物哦？其實咱來看着咱整理的這個圖，這個中聯辦到底伊是啥物機構？咱來看一下這個咱所做的這整理哦吼，伊的性質就是中國共產黨政權派伫香港這個機構，伊的全名哦，就是中國中央這個香港工作委員會，也是講是中央人民政府帶佇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聯絡辦公室哦。啊，其實領導人就是書記哦，書記就是咱佇中國社會內底正重要一個頭人吼，伊叫做王志民。啊，伊前身是啥物咧？叫做中國官方媒體新華社的這個香港分社。啊，成立的時間是這個1947年，2000年時陣互改名做中聯辦。啊，批評是啥物？這回咱看到是互認為着吼，這個香港實際統治機關啊，但是吼，伊講有人講吼，這其實攏是互中國來指控。啊，7月21日，這個大家牽機呢，這個官方的回應是講吼，這個卡到這個一國兩制這個底線絕對袂使吞論。咱這就要來討論着這個一國兩制，香港回歸了後50年無變。啊，咱看至6月甲這陣。這個一國兩制是毋是失敗？咱先請這個發言人來甲咱講一下。應該是講好像香港的人民上煩惱就是講一國兩制失敗。啊，是安怎反送中的這個法律大家才驚嚇啦吼？因為就是講，因為這個法律雖然講逐段迄個四位大哥伊是講，伊原先是講無毋對啦，是因為兩個香港人佇台灣互台死啊，所以有這個命案，有這互台死，所以希望講解決就是中台灣甲香港。中間迄那個引渡的問題啊，吼，但是問題是講我再大家解說，就是法務部吼，伊已經直接反送中的運動進程，已經足濟屆有甲香港政府提出這個請求，希望講咱會當來處理一個這司法互助的問題，但是香港的政府完全都無互咱回應，吼，所以香港的政府是摕這因兩個香港人佇台灣這個命案做因的就靠啦，吼，就是講其實這個代誌。本來就是講免反送中條例就會當處理的代志，但是伊是在台灣當作是個借口，這是一個愛請大家講一個說明的。另外一個就是講，咱大家看到今日中國吼各大的媒體，包括《環球時報》、吼新浪網、甲中央電視台，攏已經講，即個抗議者吼，因佇中聯辦安尼就是但是啊，就是抗議啊，是對一國兩制上大的挑戰。但是問題是講，咱感覺真趣味，就是其實香港。好，這反送中運動安尼講話話，其實就是香港的民眾因上足煩惱，就是一國兩制，因為這個反送中的這個法律完全就是無去啊。好，因為就是講中國的法治的迄個法典，甲香港的法治的法典本來就是兩個系統嘛，互相不相干。但是反送中這個條例就是可能兩個就混在一起。好，所以香港的民眾就是足煩惱這個。但是即馬這個一國兩制這物件吼，這個模啊吼，即馬反倒是講變做是講中國的政府去指控這些香港的人民，吼，因為就是一個訴求，所以即馬感覺有點混亂。但是我想要甲這講一件代志，就是講其實咱都看到白衫運動者白衫的人去攻擊
就是游行的民众，其实咱伫台湾嘛有发生过，我就甲你说提醒一下。1805年的时阵，迄太阳花运动，到今嘛，其实咱在一些游行的场合都会看到，因就是同促党啦。同促党其实咱看到，咱伫遮有香港有白衫人，穿白衣的人，白衣人；台湾有啥？台湾有白人。同促党其实就是，我是感觉讲，因嘛足侪伫足侪游行太阳花运动啊，还是讲其他，就是讲较自由派、民主派，即伫台湾即游行，因嘛是会去攻击。咱在台湾参加游行在地的人，所以我意思就是讲，咱同促党咱知影讲伊是啥物运动，伊是支持统一的运动，所以感觉讲民进党感觉讲，即马为香港就是白衣人去攻击游行的民众这件代志，咱慢慢爱去看，就是讲可能这个白衣人是为了乌道的背景背景，但是因真有可能背后吼是中国这个大头家，中联办想到香港的民众要去。丢东西去丢，就是淡洗中联办，因为嘛知影讲，其实中联办就是林郑月娥的大头家。咱知影讲林郑月娥即马，但对迄咱这学生嘛有讲，香港人民对林郑月娥，甲对于香港政府已经失去信心了，失去信任，所以因希望讲后壁的伫控制林郑月娥控制香港政府的人，即出来负责。出来回应香港民众的诉求啊！咱希望讲就是讲台湾以后就是有关于中共政治代理人的这个代志，因为咱看到香港这白衫人有可能因就是代表讲北京的势力一定伫渗透伫香港的这个社会内底，甲进前的关景迄整个这个结构做结合，所以咱希望讲这件代志袂当伫台湾更较多发生，所以以后民进党会去后一个会期，立法院会去处理中共政治代理人的修法，希望讲咱会当伫去呼吁民众，就是讲正视北京的势力在台湾的渗透。希望讲咱透过咱的法律的制定，会当把这个渗透的部分去做一个处理。有影透过这个香港这个例，其实咱台湾是来阻挡某这个势力的入侵啦，亲门大户安尼入来实在是袂当。咱要阁请教这个谢伟兄，就是讲这回这个香港人民已经到中联办了，这个意义是啥物？伊的意义大家嘛知影，啊，你香港特区政府伊后壁就是中国大陆的这个中共当局嘛。啊，中联办伊就是驻伫香港，伊所管理的嘛。啊，所以讲你今仔日去抗议的时阵啊，伊嘛是互源头有一个压力嘛。你香港特区政府林郑月娥特首，你既然我头拄就讲过，逃犯条例你已经歪用啊，啊你是安怎不爱摕掉？你若摕掉的时阵啊，我相信香港的居民因无疑虑，应该袂阁继续吵。但是你今仔日即个抗议的目标，你无摕掉。伊永远差价落去，这是原因啦。你今仔个头拄仔讲严龙，你讲啊，过去咱台湾的时阵有歹，台湾甲香港无共款的。台湾你咧抗议的时阵，所有咱包括社会秩序维护法，甚至于集会游行法，你甚至于那国安问题的时候还有国安法，咱有这侪法令，咱就完备。你包括当初是陈云林来台湾的时阵啊，你蔡英文是安怎有博弈效应？因为你甲所有的抗议的民众带去，啊，到圆山大饭店，刷咧你走了啊，汽油弹安尼烟雾弹，要安怎嘛共款啊，公权力就是要介入。我头拄就讲，要爱民主自由，你嘛都要有法治。你袂使甲人讲啊，我今仔要爱民主自由，刷咧时阵尔，我要爱安怎拢会使，我惊用街头，我今仔造反有理，革命无罪，袂使安尼咧。既然你若讲自由、讲民主，你一定要有法治。安尼才有法度通自由民主，但是你今仔日香港今仔哪会行向安尼？我就讲已经对立嘛。你头拄来讲伫元朗的时阵，穿白衫拍黑衫，拍民众。耍的时候，我头拄互大家看一段影片，是穿黑衫拍白衫。啊，即摆已经正反两方拍来拍去啊！你包括反送中，100-200万行上街头，耍的支持警察的，嘛有几60万行上街头。你今仔日甘愿讲特区政府看到700万的香港人变成？赞成的、反对的，大家行上街头，大家对着你。你若讲今仔造成讲伊愈乱的时阵尔，你才甲中国大陆的解放军入来，你是搁要变成下一个6·4天安门事件了？是这定下的这部分，咱等下讨论。我必须要讲，唔通安尼。是有影。今仔日若小看的事件，你政府单位应该爱去了解原因到底是哪对。既然你无要搁立法啦，你甲伊剔除掉，迄毋是面子之争。事缓则圆，事缓则圆有影啦。但是咱现主席看到这个香港林郑话讲，伊就是无要安尼做嘛。
咱请教这里俊豪，就是讲这回咱看到，这回我们看到了这个香港政府，其实在这个林郑月娥所谓的不作为，让其实这个反送中的游行没办法收尾。那香港现在已经是个处于对立的一个两方对立的角色，可能但是这个冲突还是一触即发，每个礼拜都有。香港政府要怎么收尾，或者是中国政府要怎么解决？其实基本上呢，我们的要求很简单，我们有5个诉求，第一个诉求就是林郑月娥一定要用撤回的字眼去公告市民撤回这个的送中条例，因为他现在其实用很多的字眼，包括寿终正寝啊，然后他已经不会再出现啊一堆的字眼，然后去美化他这个的之后可能会再退出这个的恶法，所以其实这一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另外一点就是说，自从6月到现在为止，其实我们香港都已经有很多的行动，很多的行动在街头上的一个游行的集会被他定义为暴动，然后我们也非常的坚定的要求林郑月娥说，一定要撤回暴动这一个的定义，然后要成立这一个的独立委员会去调查在事件当中的警察有没有一些违规的情况发生，还有就是有没有违反到这个国际上的一个酷刑法。因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画面都可以看到说，香港的警察在示威者被制服以后，其实还继续使用暴力去虐待示威者，其实这个情况，其实在国际的社会上是一直都很谴责的，很大力的谴责。所以其实我也希望说，无论是香港的社会或者是国际的社会，也要认清这个事实，去谴责香港政府去动用他们的政治机器去打压香港的市民。所以其实我会觉得说，香港政府如果是要去解决这一个的局况的话，其实除了我刚刚所说，他要正面的回应香港示威者、香港市民的一个诉求以外，其实他也应该要立马去启动双普选的一个的机制启动。因为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现在香港这个的局面呢，完全是基于2014年的一个争取真普选的一个的事件失败，所以其实如果香港有真普选的话，其实香港社会的局面不会到现在这样。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香港如果真的有真普选的话，香港的特首其实肯定会以香港的市民为中心嘛。我们可以现在香港的特首其实以中央为任命，中央任命香港的特首，其实它相对于民间来说，其实它是没有一个民意的授权的。所以如果他有民意的授权的话，有香港市民700万人一人一票选出来的话，其实就可以保障得到香港的一个的管理层，其实它是一个可以为香港市民去发声的。是，对。所以俊豪在头讲到就是讲哦，这个较早这个自6月到这个7月这个部分，较早这个游行，因这个林郑月娥甲定调是暴动哦，这个爱甲撤销，更加爱甲这个逃犯条例嘛甲撤掉。其实又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讲真普选到底有落实啊无？就是大家自较早这个游行开始，就是无这个真普选嘛，就是你无法度选到你家己的人民选出来这个人，但是是中国代理的人，所以中国讲啥，你香港就爱做啥，所以这就是以这个俊豪头拄提到2个关键哦。头拄我们讲这个暴动的行为，这回白衫拍人是不是暴动的行为？就是咱要来现主席过来看，就是讲这回这个黑社会啦，咱叫做这个三合会哦。就是讲，这个香港黑道这个四大家族之一咯，因为做英语叫做 Triad， 是这个近代中国社会内底，伫广东也是广西有历史的这个民团。其实哦，这个平面的这个媒体嘛有讲到，这回哦参加这个黑帮有3大14K 啦、和盛和啦、和安乐啦，这3大的，还有这个元朗甲屯门地方的派系哦。其实咱头拄嘛有讲到哦。伫这回议员是有去互拍哦，咱看到议员是谁去互拍，咱来看到是互白衫这个群众拍这个议员，叫做林道廷哦，伊是泛民派
这个其实咱个有翕到这个网络顶真侪画面，真侪这个面册头顶拢咧流传的，就是讲这个甲白衫握手的这个议员是何君尧，伊是咱较我中共的这个建制派这个部分。其实咱特别倒来讨论。是这个泛民也好，建制派也好，其实对着这个香港的这个社会，其实嘛是两个这个无确定的这个因素啦。其实讲泛民社会也是好，也是建制派社会也是好，拢有因的这个主张。但是伫这回看到这个议员哦，甲这个白衫的人握手，作为一个记者，你看到这个画面，你心肝头会安怎想？我是感觉是安怎，就是因为最近都有一个香港的媒体啊，是，你叫做啥报我袂记啊。香港一个伊迄个媒体会准备去发言讲，伊支持这个白衫人去讲人。哦，嘿啊，但是因遐记者都发了另外一个声明，讲我反对总编辑安尼讲。就是我这代是对记者来讲，就是感觉。因为记者媒体是安尼啊，媒体因为伫香港的媒体足侪拢是较保守的，自由的媒体愈来愈侪，因为足侪人拢因为香港媒体嘛，你若媒体环境愈来愈歹，所以你若比如讲你若香港媒体你若广告讲抽戏，你香港人就无法度都继续来，这记者拢无头人通做，所以伊一定爱。愈来愈保守嘛，愈保守你就爱有饭通食，爱拼经济嘛。啊，所以即马我去香港，甲一寡媒体的朋友咧讲话的时阵，伊嘛讲感觉拢足紧张的，因为足侪代志无法度报嘛。无法度报，毋是因为记者无爱报，是因为顶头压力啦。嘿，是啦，因为长官有压力嘛。啊，有压力，你就无法度报无法度报你看到的物件。是。啊，你若无法度报你看到的物件，你就变做一个，你新闻自由，还是讲言论自由，就无顺台湾安尼嘛。所以我看伫香港迄几工，想到台湾吼，就感觉台湾应该言论自由甲新闻自由这部分是相当的。比香港较好啦，即个有徛在就对啦。都徛在，但是有一点吼，我爱提醒大家吼，大家讲要香港无香港警察去拍民众，我提醒大家吼，是伫迄个按去行政院讲的民众，太阳花之后，行政民众去行政院占领有无？嘛是迄当阵嘛是警察去拍民众啊。啊，但是民众嘛是甲迄个警察的相片。互全媒体看，但是即马嘛无法度去追究对一个警察去拍民众啊。是。所以我是感觉，这就是这个政府到底是要做到什么程度？你有公权，你有这武器吼，这因为警察拢有武器，你知道？你知影香港吼，香港这种烟雾弹吼，我来看烟雾弹是安尼。这是咧拍烟雾弹啊！啊，拍烟雾弹的时阵，伊拍的方向是应该爱对天顶安尼拍去，但是拍人了对啦。但是即摆拢拍人，是，就是即摆拢是平射啦，拢拍平的。哦，因为应该爱拍顶管嘛，他拍顶管伊也比较安尼嘛。啊，但是伊即摆若平射的时阵吼，伊来拍着人，所以记者嘛足危险的啊，民众甲记者拢足危险，因为记者拢爱徛伫第一线，甲民众徛做伙嘛。啊，无小心就是记者会用拍着。像阮村一个熟悉一个香港的念名记者，伊的相机就用拍着歹去嘛。啊，所以都开枪这个代志，我嘛感觉足含的。这伫台湾无法度想的啦。是。台湾就是讲。因为台湾民主过程当中，就是对英国可能台湾，你想过这个代志哦？反联界专专也有会记袂？反联界伫立法院头前，嘛是无差别攻击。就是记者甲警察，弄这民众抗议民众，
对于你的相机抢走啊，对你后壁所有的物件拢甲抢去，啊，但是你拢唔知送抢去。可大家当我应该有这个印象啊，所以对媒体的采访管这个代志，应该是我感觉应该是爱去保障的。是。啊，无你无法度。你若媒体拢无去现场看，你就无法个画面，互大家知影这现场发生啥物代志。有影媒体报道，这是第一线，真正是真重要。啊，咱要过来讨论就是讲，林郑月娥伫咧这个记者会，咱有整理到一张表，就是讲伊谴责到这个示威者哦，这个围堵这个中联办，啊，佮再甲这个国徽哦喷漆，啊，其实哦后尾啊批评讲是元朗的这个白衫人暴力的行为，但是佮强调一国两制是真重要的。但是真侪人一边讲哦，这个中国国徽红这个软啊牵落去，敢比这个市民攻击较重要？啊，是毋是一个元朗事件定调是暴动？咱头段嘛讲到，啊，咱头段嘛真正咧讨论就是讲这个关警系就是官方啦、警方啦，甲这个恶道是毋是这个大龙凤哦，就是串谋诈骗的这个部分。其实咱要请教到这个俊豪，这一次林郑月娥，我们刚才也看到这个记者会了。我们刚才你提到了真普选之外，定调这一次的事件为暴动，然后这个关景黑、大龙凤事件，就是他们一个串谋骗。这个整个香港政府在这一次，刚才我们看到还有这个香港的建制派的议员跟白衣人握手，对于一个香港居民来看，看到这样的画面，你不痛心吗？痛心，肯定痛心。我们其实很久以前，香港回归以来，其实黑帮我们都已经看到是被中国政府去售卖。香港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法条，就是说，新界的原居民其实他有一个丁权。什么叫丁权呢？丁权就是说，原居民身份的男生出生了以后，他就会自动享有一幅的地。在新界享有一幅的地。大家要知道，香港地价多么的贵，所以其实他这个举动，政府这个举动，其实就很明显的去收卖新界的一些乡绅啊，然后新界的一些的黑帮，去让他们可以为香港政府做事，还有就是不要让他们有这个混乱的情况发生。所以其实这一个的状况呢，早已经在20年前已经发生，但他们这个的售卖的一个状况呢，其实从20年前丁权这样子发生以来，到现在已经是无论是香港的一个地产商啊，或者是说香港的一个建筑商啊，其实他们都已经跟香港的政府跟香港的一个的黑帮有十分密切的勾结。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说，香港其实在回归以来，或者是说回归之前啊，回归之前，黑帮其实英国的殖民政府其实也有打压的，也有打压，但是他们没有去用一个售卖的行为去制服，去处理这一件事。但现在，因为他们会觉得说，没有一个用处对于黑帮没有一个用处对于香港的政府，但现在很不一样，就是说香港政府除了在警察方面，去握手以外，其实另外一方面黑白在黑那一方面，其实他也有一个的黑手，对，有一个黑手去把它收纳起来，变成一个大的势力的一部分。所以其实在这个的反送中。昨天的一个元朗的一个事件上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黑帮学了已经早就被中共收卖了以外了，其实警察其实已经一开始很早以前都已经收到这个消息，黑帮已经在元朗有一个步出的行为。为什么警察收到消息以后不立即处理呢？为什么警察在收到这个的消息以后继续把这个香港的市民的安全为不顾了？其实，无论是他们前一天没有做任何的步出，尽管他们收到消息以后，他们在这个元朗的地铁站里面看到，有市民被黑帮打，他们也背对那个的香港市民，然后走掉了。这个是什么的情况呢？这是什么的警察的一个的行为呢？我们其实完全看不到，就是说世界各地有任何一个维护治安的部队
看到不利状况发生，然后走掉不顾的。是对，所以其实这一个是很夸张的一个的情况。权威的人士呢，我们可以看得到，也是权威的人士，譬如说我们有消息都知道说，香港有不小的一个学校的校长。其实他们也在前一天呢，也是收到一个消息，然后由校长他去发布这个消息，让学生不要在这个事件发生那一天上街，或者是在街上去走。早就有说到这样的情绪。对，所以其实这一个就可以看得到，香港政府或者是香港有一些消息的人士，就已经早已经知道这一个的状况发生，他们为什么？知道，然后没有这个行动了。其实我们很明显就是看到他们的居心，就是说现在就是要用这个的黑手去把香港的示威者打的一个痛快，这样子。是，咱昨天听到这个俊豪一直讲到这个中国自这个97香港回归以后哦，这个伫这个新界这个部分哦，伊用这个丁权或者丁权啊，较早就是送地互你啦，做一个收买这个动作啊，再来背节。就是讲，可能后壁有这个暴动啊，这个行为时阵，可能有人会甲这个中国政府斗相共。啊，毋过这个部分其实哦，咱当看到可能有这个例，但是也有啊无，咱真正去做一下查证。毋过咱来看一下香港各界回应这回这个元朗事件、元朗事件，咱来看到这个艺人也好，还是这个学运的这个领袖也好，因是安怎讲的哦？第一位咱看到何韵诗，伊讲 He is for sure a psychopath。伊讲，这个何君尧就是这个建制派这个部分哦。伊讲，伊一定是精神病患，那会甲这个白衫人去压手。啊，杜文泽安讲，杜文泽讲，请你爱去支持暴政，就是无一个是无辜的。黄秋生安讲，警察，请问你的留点伫倒位哦？这届是乌社会证明力量大过政府啦，真紧香港就会武无去安尼。学运的这个领袖王志峰哦，伊安尼讲，这个事件可能是港府亲北京的势力，甲乌帮合作压迫争取民主的人。这个情况比这个台湾爱国同心会哦，更较恐怖。这个发言人你安尼看，这4个人的回应。其实讲咱这4个人算是讲香港吼，就是这几年的这民主的运动内底算是指标性的人物啦。咱大家知影讲，何韵诗大概前礼拜进前嘛有伫联合国的迄个人权委员会发表的谈话。啊，其实我是感觉讲，但是你大家知影，因这几个人虽然是指标性的人物，但是算是伫即摆香港内底是少数人。因为咱知影讲，中国对香港的控制是愈来愈严重。这控制可能是言论的控制、新闻的控制，啊，佮所有啊，这就是艺人，大家知影，因是嘛是爱趁钱、爱趁食。啊，艺人这香港的艺人，即码明星啦吼，虽然讲因趁钱是较容易，比咱普通人是较简单，但是问题是讲，因即摆嘛是靠中国的市场。啊，大家知影杜文泽，伊第二杜文泽吼，伊是大概足久进前就去用中国封杀的啦，所以即摆就是讲伊伫香港是做一些网络的媒体吼 ，YouTube 这款来趁食。啊，黄秋生嘛是算是因伫中国拢是无法度就接到案件，伊即摆就上面骗子就较少。但是我遮除了就是我想要家己提醒一个代志，就是讲其实中国对于媒体吼，甲对于因的人的言论的控制是愈来愈严重。大家知影，反送中的运动这几个月以来，吼，其实主流媒体，香港的主流媒体其实报道拢是较偏向因的政府遐，吼，咱知影讲 TVB 啦，吼，无线台、明报啊、文汇报，其实因的报道拢是因为中国遐官方开始伫抽广告，所以你一个报道的迄个方向是较偏中国嘛，是较偏因的政府的。所以即摆香港，咱台湾人吼，为香港较关心民主的朋友，因拢是为主要是苹果啦，吼，主流媒体内底即摆敢若剩苹果日报，较就是讲较中立，还是讲较为香港民众追求自由这个立场去报道新闻啊。其他就是讲一些网络的媒体，像立场新闻啊，甲香港电台吼。啊，但我意思就是讲，即嘛是现主是伫香港发生的状况吼。1国2制到即嘛20几年吼，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步步咧摕，强要无去啊！就是香港人就烦恼啊，台湾咧，咱台湾即摆看到咱有一个中天电视，吼啊，中天电视70%NCC 的一个调查报告，70%拢是报道特定的政治人物，吼啊，这敢是新闻自由，这是言论自由，是安怎？这个电视台，吼，因为咱台湾毕竟，刚刚义华哥有讲，台湾毕竟咱即摆的迄个言论自由、甲新闻自由、甲香港比，其实算是袂歹。
吼全世界嘛，就这些 NGO 就是非政府组织，针对新闻自由跟言论自由做相关的评比，台湾算是伫亚洲内底算是真好诶。真好诶。但是咱发现就是讲，伫台湾就是有特定的人士、特定的特别就是特定的人，利用台湾的这个自由，好，伫进行一些渗透的工作。所以现在希望讲提醒大家，就是讲，咱对于中国跟北京，对于台湾的一些利用咱的自由，哈，利用咱的自由去为我们一些可能不是那么有营养的事情，哈，希望讲去控制人民思考的这个方向。这部分大家要较注意。有影，所以对着这个台湾也好啊，香港也好，对香港的咧看倒来台湾，其实拢有这个帮衬啊。就是讲，香港政府安怎做，香港居民安怎反对这个反送中也好，也是讲甲这个中联办也好，步步拢是要阻挡这个中国也好，或者北京这个势力。今日非常感谢4位来宾来到咱节目现场，感谢，多谢。